农历正月初9是天公生，初8也未到子时，台湾守庙天坛就已经客满，要向玉皇上帝祝寿的人潮。信众早来供品，展现虔诚之心。庙方也为信众准备了平安圆以及平安卤面，予大家食平安。今日是迄个正月初8，一般咱的俗语讲就是天公生，子时开始，每一档台湾守庙天坛，有迄个咱的信众千千万万，拢来祝福咱的玉皇上帝的生日。我嘛希望讲，咱台湾守庙会当祝福，福咱国泰民安。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伫天公生这天，市长委托立委陈廷辉、议员陈怡贞、蔡宗和也来到守庙天坛为玉皇上帝祝寿。在完成祝寿仪式后，守庙天坛竟准备了1000份开运红包以及400份钱母，要分送给现场的信众，祝福大家年年春、年年富、年年健康大发财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